隨住變種病毒 Omicron 肆虐，有民調顯示民眾對於今年嘅經濟前景缺乏信心。由 Nanos Research 喺12月22號至到23號為 CTV News 所作嘅調查顯示，喺展望未來6個月本國經濟前景嘅時候，只有1成9認為會更加強，4成半認為會更弱，2成8認為唔會有變化。喺展望今年個人財務狀況嘅時候，多數人認為唔會改變，2成8認為會變得更好，2成半認為會變得更差。面對基本生活費用上漲，5成嘅人士認為民眾會暫停買屋，其中6成係18歲至到34歲嘅年輕人，4成係55歲以上嘅人士。喺係咪繼續外出度假問題上面，55歲以上嘅人士有3成7回答會，18歲至到34歲人士當中只有2成6回答會。